Hello，各位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啊！今晚夜咗少少，唔緊要，因為夜晚先得閒啊，因為聽日好多嘢做，所以而家早啲拍定，同埋見美股嘅走勢咧非常之靚，OK， 靚到離晒譜。因為當然對好多人嚟講就唔靚啦，OK，因為佢係插得好勁今晚，同埋呢一種跌咧，而家道指呢種跌勢我都講過。呢個收窄三角形，佢哋呢啲一跌穿或者升穿個收窄三角形嘅話咧，就會一大段嘅向下。而家咁樣穿法咧，好大機會咧喺嚟緊呢一兩個月咧，甚至更長嘅時間都會一路向下嘅。OK，咁所以大家小心啲啦。咁呢個等咗好耐啦，佢等咗幾個月都係等呢下跌啫。OK，係啦。咁佢個頂咧就係10月，係啦，10月呢個就係個頂啦。OK，S&P 唔係啦，係啱啱先至真係見頂，但係呢啲其實唔係太重要嘅，即係邊一個頂，因為呢啲都係高位，你即係可能講爭一兩百點都唔爭嗰少少嘅，一日都跌咗啦，講真。OK， 呢一種跌勢咧，一般嚟講都有排跌嘅。OK， 有貨嘅話咧，連刀中蘇咁樣穿埋咧，有貨嘅話咧，你哋真係盡快好減持係啦，或者做翻啲對沖或者沽空係啦。貪心啲嘅沽空啦，咁你知我哋又沽空緊啦 ，OK， 係啦，咁即係 Lulu 咧今日跌成咁樣咧，我都諗緊可唔可以走緊啲，但係佢又完全冇見頂信號喎，所以呢度我都好 hesitate， 不過唔怕，我哋沽空緊美國嗰邊嘅，所以就冇乜太大關係 ，OK。好啦，咁總之講完嗰個小心之後咧，就係港股呢邊啦。港股呢邊咧都係跌緊啦，咁應該都係會跟跌㗎啦，基本上係。但係嗱，雖然呢度我知呢度有底背馳，但係都應該會繼續跌穿落去㗎啦，係啦。美股會咁樣跌法，美股隨時跌幾千點嘅嗰邊。如果係咁嘅話咧，咁港股呢邊咧應該都唔會好得去邊嘅，但係應該會跌得少過美股嘅。OK。好，開始回答大家問題，因為頭先呢個資訊太重要啦，呢個Nasdaq 同 S&P 咁樣跌法 ，OK， 因為呢一個係確認，咁樣一棍咧就係確認咗嚟緊幾個禮拜甚至幾個月嘅走勢都會持續向下嘅。今日係好重要呢一個跌 ，OK， 係你哋而家走貨都唔係太遲嘅，其實 OK， 呢個跌係非常非常重要啊。今日好第一個問題 A Sir 好想知投資乜嘢？每月儲8000，每年有30% 回報，25年後就會過億。我唔貪心，想過千就足矣。係咪買626、823？唔理咩位，總之就每個月定一個日子準時買。唔係嘅，你如果每個月咁樣即係定期定額咁樣買626啊、823咧，係冇可能做到30% 一年嘅，不可能嘅。OK， 同埋呢啲咧係真係十幾年嚟第一次喺24、25年呢啲低位咧，我先至會買嘅啫。即係你唔係過去呢2年咁樣嘅估值嘅話咧，根本係冇可能有一個好 return 嘅呢啲。即係收息收幾個 percent，或者你槓桿做10%、10%，或者平均加埋升幅有10%一年唔難嘅呢啲。OK。即係都要做得好先至會有啊 ，OK， 仲要你唔係買喺高位喎，你唔係話唔理咩位咁樣定期定額買，係唔會做到有30% 一年嘅，不會嘅買呢啲股 ，OK， 只不過係我哋認為而家呢啲時勢呢啲股咧，呢兩隻都係非常之平，係啦，亦都係比較抵買，而且嗰個公司質素都係比較高嘅，即係你見呢幾日啦，港股都係咁跌緊，但係823都係升，所以你唔使太在意嗰個市嗰個走勢，其實。OK， 即係個別股票逐隻股票去睇，係即係我知近期我哋都係不停講呢兩隻 OK， 呢隻我都持有嘅823，但係個問題係呢兩隻係做唔到啊 OK， 係同埋唔同時勢係唔同嘅。咁你有咩方法可以做到咧？其實譬如簡單嚟講啦，你可以用8P 啦，我哋呢個8P 嘅方法 OK。咁簡單嚟講咧，譬如呢度兩條線啦 OK， 係啦，呢個就係港交所嘅 PS， 譬如佢嘅 PS 1/25倍，我就 sell 噶啦。OK， 1/25倍紅色呢條線就係港交所嘅 PS 1/25倍，我持有嘅話咁就 sell 啦。OK， 係啦。如果只要一低過 OK， 一低過呢度，一低過16倍左右啦，16點幾 OK， 16倍，一低過16倍咧我就買入。OK， 紅色呢條線一跌穿藍色呢條線 OK。
一跌穿咁個買入位就會變咗喺呢啲位啦，呢個買入位呢啲位就 buy。OK， 純粹咁樣做機械式咁樣做咧，即係8P 嘅其中一個好機械式嘅做法。譬如用港交所為例，就係16倍 PS 我就買入，25倍我就賣出。咁樣嘅話咧，個結果就會喺呢個位置買入啦，然後呢個位置就 sell 啦。OK， 咁由2012年開始去到2025年 ，OK 呢13年之間咧，你淨係咁樣做，就呢度一買一賣啦。咁第一次賺43%啦，第二次喺呢度買，喺呢度放。嗱，你見係 miss 晒成個升浪嘅。完全 miss 咗呢個升浪嘅，但係冇問題。總之機械式咁做 ，OK 呢度賺60%，然之後去到呢個位置啦，有16倍 PS 我又買咯，OK 跟住揸到呢個位置，即係 over 25倍 PS 咁我放，咁啊賺70幾%啦。然後去到呢個位置 ，OK PS 又低過16倍啦，咁即係喺呢個位買，然後又喺呢個位放，然後又 miss 咗成個升浪 miss 咗一半以上嘅。OK， 但係冇問題，你唔使理佢，總之機械式咁做又賺70幾%，因為 over 25倍 PS 就買咯，機械式咁樣做。嗱，我哋實質上冇咁渣嘅，其實不過純粹機械式咁樣做咧，其實個 return 已經非常好啊。嗱，然後呢度又跌到16倍 PS 啊，紅色線，即係喺呢個位買。OK， 然後升到呢度又走啦，呢度賺70個 percent。OK， 然後同樣呢度又買，但係正常咧，港交所應該一直揸到而家嘅，所以係唔止60幾個 percent 嘅。但我 show 翻呢一個位咧，佢去唔到25倍 PS。但我想話咧，呢個就係我哋 sell 嘅位置嚟嘅。OK， 我哋喺呢個位置真係 sell 咗，咁所以咧我就用差啲嗰個位置啦。OK，就呢個賺60幾 percent。咁但係你話我其實應該一直持有到而家，持有到而家都仲高過我哋走嘅位嘅。咁即係話咧，你個 return 係再高啲嘅。OK，咁如果你純粹咁做計過咧，你30萬咧，過去13年做6次交易啫，6次交易你就由30萬變咗差唔多600萬㗎啦，基本上 OK。但係當然啦，我哋事實上做出嚟嘅時候係好過呢個 return 嘅 OK， 即係你13年賺20倍，你日日望住個 mon 係咁 day trade 都做唔到啦，9成9嘅人 OK， 聲稱自己係 day trader 嗰啲9成9 13年都做唔到20倍啦，成個倉 OK。係啦，咁所以呢個係好機械式嘅方法，基本上你已經係可以做到係啊，即係你都係買賣6次嘅，所以我哋成日都話你唔使急去買賣，你亦都唔使要捉晒所有升跌。你見頭先譬如嗰個圖港交所個圖嗰啲升跌大部分都捉唔到啊，但係只需要喺其中呢啲贏緊嘅位捉一下，你見到一半嘅升幅都係捉唔到嘅，好多時都 OK。但係其實冇所謂㗎，你最緊要係一個穩定嘅方法，係咁不停將啲錢增值啫嘛。你唔需要你捉唔捉，你唔需要你我哋或者你自己捉唔捉到晒所有嘅升跌，冇人會捉到，亦都唔係靠捉晒所有嘅升跌嚟要賺錢。即係舉個例子就係上年25年下半年呢個升呢度幾千點我哋捉唔到咪捉唔到咯，係咪？即係我哋要做嘅純粹只係有信號喺低位。咪買咯，呢啲位咪買，有信號走咁咪走咯 ，OK， 係啦，又有信號買咁咪買咯，有信號走咁咪走咯，呢啲冇信號買咪唔買咯 ，OK， 咁咪捉唔到咪捉唔到咯，係啊，冇所謂嘅，其實最緊要係賺一啲你會賺緊嘅錢，即係好似港交所嗰啲，佢跌到夠平咁咪買咯，16倍 PS 咁咪買咯 ，OK， 升到25倍咁咪放咯，佢之後升到30倍、40倍 PS 你唔使理嘅，總之我每一次淨係等呢啲機會我就去賺呢啲錢。OK， 係啦，就唔需要理其他人嘅，即係嗰啲散戶先至覺得要捉晒所有升跌。哎呀，你又捉唔到啊！哎呀，佢又做，即係嗰啲散戶咧，其實你見佢過去5年、10年甚至30年，佢哋都係不停咁輸錢嘅咋。OK， 佢唔明白自己點解輸，就係因為佢哋冇一套穩定嘅方法，不停係咁穩陣咁將啲錢倍增。OK， 而係不停係咁俾個股票市場玩咯。佢係不停咁俾個股票市場玩，但係又唔知發生咩事啊！係你真係想贏錢嘅話咧，你要改變呢啲觀念嘅。我唔係話你本身係散戶嘅觀念，不過好多散戶都係咁樣嘅想法，導致佢哋輸錢啊！係呢啲嘅觀念，呢啲嘅想法導致啲人輸錢。OK， 即係所以其實呢啲升跌捉唔到係冇所謂嘅。OK。即係話，只要你一聽到啲人，哎呀，你又捉唔到啊，又喺度等信號啊，一聽呢啲就知嗰啲係啲超級散戶嘅心態嚟㗎啦，所以就 OK 係啦。但係你話唔係喎，有晒信號呢啲好靚嘅信號都唔買咧，咁啊真係抵打啦，係真係好靚。即係譬如上年、前年、24年頭嗰啲咁靚嘅低位都唔買，其實嗰啲就真係抵打。呢啲位都唔買，2年10月呢啲位低位又唔買，其實就真係抵打嘅。如果嗰啲都唔識買嘅話就 OK 係啦。咁我哋有買嘅，2次都有買 OK 係啦。
跟住想搶先報名 Acer 2026線上線下活動，即刻 scan QR code 留位啦 ！Acer 將會親自拆解2026熱門港股嘅最新高低位，教你用一個方法分清邊啲股票值得出手，等你一生人買啱3次就提早退休。出席活動仲會送你熱門港股嘅8P 高低位，俾你即拎即學即用。所有活動名額有限，而家已經有百幾人排緊隊噶啦！想超前部署，提早留位，即刻留低你嘅聯絡資料。有活動嘅時候，我哋就會優先通知你。記得填埋問卷，因為我哋會優先處理咗填咗問卷嘅朋友仔噶。下一個問題，IQ 又高 EQ 又高又有料嘅靚仔，OK， 即係一定要答你問題啦。好多謝先。請問平安好醫生嘅8P 高低位同埋將會發展嘅走勢。嗱，呢隻呢我都唔係好清楚佢基本面係點，其實 OK， 我真係唔係好清楚佢基本面，所以我答你嘅唔會太深入嘅分析 OK。咁所以你問到走勢呢，我純粹只能夠以圖表上嘅走勢話俾你聽，我估佢嚟咁會係點行嘅啫 OK。同埋我會講一講8P 嘅都 OK。嗱，第一樣嘢呢，個大底呢就喺呢度啦 OK， 係啦，應該呢個係個一浪嚟嘅 OK， 係啦，然後呢個2啦，應該3嚟啦，應該4，呢度 overlap 唔到嘅應該 OK， 然後呢個可能係5 OK， 係。如果唔係，如果呢度係 overlap 到嘅話，我冇仔細查，如果 overlap 到嘅話咧，咁就可能呢個先至係10，然後呢個行緊個4 OK， 咁呢個已經有底背馳啦 OK。咁所以呢個咧應該係咧個4嘅 A， 而家可能係個 B， 嚟緊仲有個 C 要落嘅 OK， 係。咁我估會跌穿呢個位置嘅，純粹睇圖表嘅話 OK， 之後仲會可能有下個升浪或者係會再有個5浪向上 OK。咁你話個估值嚟緊會唔會跌穿呢啲位咧？即係跌穿12蚊呢啲位咧？咁就睇埋個8P其實就知㗎啦。即係呢個數浪就唔一定係啱嘅，但係我估計咧我哋應該都係啱嘅 OK。咁我撳翻241先。sorry， 唔係241，成日慣咗嗰隻多人問啲，因為兩隻同行業嘅其實雖然實質嘅業務都會爭少少，但係都會睇埋嘅。一般嚟講係啦。嗱，咁睇翻啦，整第一樣嘢咧，我係睇呢啲股票一般睇個 PS 嘅 OK， 但係呢啲股票咧個 PS 都唔容易計嘅，因為你見佢咧過去呢由上市到而家咧個 PS 都變得幾犀利嘅，你見到啦 OK。嗱，由前年24年可以跌到 3.8 倍到 1.15 倍嘅，係啦，跟住而家又升到3倍嘅，其實可以 OK。咁所以我哋先計一計25年嗰個位係幾多先？哎呀，搞錯咗，3倍唔止5倍 PS。4.5 差唔多4.5倍。上年嘅最高位嗱，因為上年25年嘅最高位係24.4，咁即係4.5倍 PS 即係24.4 OK。低位係6.06喎，哇，6.06應該係1.1倍 PS 差唔多係啊。最低位係1.1倍 PS OK， 最高位係4.5倍 PS。咁你見到啦。低位就同即係25年同24年差唔多啦，都係 1.1 OK。高位就已經升咗上去啦，穿咗 3.8 啊，即係 3.8 去到 4.5。咁而家個位置咧係3倍 PS OK， 2.62 倍應該係因為應該用呢一年用26年嗰條數計。咁我用翻，如果高位係 4.5 倍 PS 嘅話咧，個高位可能27蚊啦。但係我當 1.1 倍，佢真係有機會跌 1.1 倍嘅話，就要6個幾㗎啦。所以下行空間都幾大嘅。但係個問題就係佢係咪一定會跌翻 1.1 倍咧？咁就未必嘅。可能之前呢啲位咁樣，可能只係跌翻2倍、3倍 PS 嘅啫。OK， 咁我當2倍計啦，咁你都要12蚊。即係而家你話 2.62 倍嚟講咧，係絕對唔係平嘅。OK， 即係起碼我諗跌，即係同我之前睇呢個圖咧，個預測應該好大機會會出現嘅呢個 OK， 係啦，即係呢一個圖呢一個位置應該係 B 浪嚟嘅，然後呢個 A 嚟緊好大機會就會咁樣穿落嚟咯，應該就穿到12蚊嘅，係啊，咁啊穿10蚊機會都大嘅，純粹睇呢幅圖嘅話。咁你話如果12蚊即係2倍 PS 啦，咁呢個位置似乎都穿。咁我計翻 1.2 倍 PS 嘅話就係7個幾。如果跌得到，我咁講，如果跌得到7個幾呢啲位咧，就絕對可以買嘅。OK， 但係會唔會跌到7個幾咧？我就唔知啦。即係佢值得買入嘅位係7個幾啦，係啦。但係都睇圖嚟講，機會都幾大嘅其實。
即係睇呢個圖。OK， 咁咧你話上年呢個高位廿幾蚊係4點幾倍 PS 咧，都絕對係貴㗎啦。講真嗰句係啊，咁所以你要今年個高位應該都係廿零蚊咯，係27-8蚊嗰啲位，好大機會做得到嘅應該。OK， 咁所以呢啲位千祈唔好追啦，係千祈唔好追，絕對唔係平。OK。但係你話佢嘅實質嘅業務係做緊啲咩啊？有咩發展啊？我真係完全唔知，我冇 update 到。嗰啲你要做大量嘅公司 research 咧先至知，嗰啲起碼睇幾日先至會，即係做幾日嘅研究先至會睇到。而家你話幾分鐘之內可以答到你咧，純粹話到俾你聽，而家個估值係平定貴，而家個圖表上面嘅走勢係點？即係而家幾分鐘之內只能夠話到俾你聽呢啲嘢。但係你話間公司得唔得啊？佢有咩發展啊？等等嗰啲咧，係啦，咁嗰啲。佢個競爭情況係點啊？行業發生緊咩事啊？等等呢啲咧，就要好詳細嘅研究咧，起碼做1個星期先做到。OK， 咁我呢隻股票我冇跟開，所以我都唔知。好，下一個問題，請問 A Sir， 嚟緊幾年後樓市見頂嘅話，下一波回調大概要幾多年？一般樓市大冧嘅話咧，都要跌5至7年嘅。OK， 係一般嚟講都係要跌5至7年，但係仲有好多因素，唔同嘅因素會影響嘅。係啊，咁你話下一次係咪真係幾年後就見頂咧？定係會升多10年20年咧？我都唔知。但我只能夠話俾你聽，好大極大機會樓市已經見咗底喺25年中，跟住嚟緊起碼升多1、2、3年最少。蕭永清就睇6年啦。咁我唔係話睇唔到6年，而係我唔知我 come up 唔到6年呢個數字咯。係啊。即係我唔知佢點解用睇到係6年，但係我嚟講我冇辦法可以預測到係6年，但我睇到起碼升多2年嘅其實 OK， 但係你話升多6年10年係絕對有可能嘅其實 OK， 同埋好大機會係會有歷史新高嘅，所謂嘅升咧係有歷史新高先至叫升 OK。 好，價值投資用嚟留底好有用，但牛市點會俾你買到低過價值的股票？應該好難。唔係喎，牛市都，譬如呢個圖表都係啦，牛市裏邊基本上1、2年僅有一次平嘅，或者你睇翻我哋8P 基本上8P 呢條數咧，基本上呢個係每一年嘅低位，就係話俾你聽，每一年去到呢啲位置咧，就係值得買入嘅。譬如823啦，823呢啲都有機會啦，呢個都買入。譬如110啦，110都係，我哋都話佢會跌翻30零蚊嘅啦，起碼。結果而家事實上都係跌翻30零蚊。OK， 而家1.61倍 PS， sorry 呢個圖都未 update， 都 update 埋先，應該30幾蚊。係啦，1.41倍 PS。OK， 而家已經接近可以買入嘅估值水平㗎啦，其實係啊，即係最好跌到30蚊添啦，即係1.2倍 PS 嗰啲。但係跌唔跌到我都唔知。OK， 但係睇圖嚟講應該未見底嘅。OK。好，請問 A Sir 對 NVO 嘅前景有冇改觀？有再推介嘅價值咧？我都冇改變過個睇法嘅，其實呢嘢都係值得買嘅。OK， 嚟緊幾年佢會繼續唔錯勢，但係嗰個估值絕對係會調低咗，同埋而家有個見頂信號出現咗，嚟緊會調整嘅呢一隻。OK， 會有少少調整，但我大底應該呢度見咗噶啦。OK， 呢個。有個頂背馳，嚟緊會一係橫行，一係就跌一跌之後再向上。OK， 上升空間都大嘅呢隻，我哋之前計過啦，但係會調低咗啲咯。之前計80-90蚊嘅起碼。OK， 而家可能因為美國嗰邊要減價咧，佢個生意各樣都會應該會調低咗，咁所以而家可能係70-80蚊嗰啲位置，但係要再睇先知。我都冇跟到，後尾買咗 Lulu。同埋而家美股成個市都會跌㗎嚟緊，所以大家小心啲啦。OK， 咁我係證監會嘅持牌人士，持有459個牌照。咁多謝晒各位啦。咁今日講嘅股票咧，除咗823之外咧，其他都冇持有嘅。好多謝各位啊。咁小心啲啦，係好大機會嚟緊呢幾個禮拜甚至幾個月都係向下跌㗎。OK， 好覺得有用嘅話咧就 CLS 一下啦。係啦，多謝晒。
想搶先報名 Acer 2026線上線下活動，即刻 scan QR code 留位啦 ！Acer 將會親自拆解2026熱門港股嘅最新高低位，教你用一個方法分清邊啲股票值得出手，等你一生人買啱3次就提早退休。出席活動仲會送你熱門港股嘅8P 高低位，俾你即拎即學即用。所有活動名額有限，而家已經有百幾人排緊隊噶啦！想超前部署，提早留位，即刻留低你嘅聯絡資料。有活動嘅時候，我哋就會優先通知你。記得填埋問卷，因為我哋會優先處理咗填咗問卷嘅朋友仔㗎。各位美股玩家注意啦，呢個美股交易優惠真係抵到爛啊！Webull 證券做美股真零佣金、零平台費、冇隱藏收費，交易成本直接降到最低，仲有免費美股 Level 2即時報價，買盤賣盤成交記錄睇得一清二楚，市場動向唔使再估下，決策更精準。24小時全天候交易，無論朝早定深夜，想交易就交易，完全唔使受時間限制，錯過咗好時機根本就冇可能。仲有孖展年利率低至4.75%，槓桿交易更抵玩。而家仲有限時專屬優惠，錯過今次就冇下次。開戶可拎高達2400蚊嘅港幣獎賞，只要開戶成功，即刻搵袋400蚊港幣。仲有轉倉優惠，可享高達2500蚊嘅港幣手續費報銷，幫你慳返一大筆轉倉成本。咁抵嘅交易福利加埋限時獎賞，仲等咩啊？快啲把握機會，開戶享優惠，輕鬆玩轉美股啦！